歡迎大家翻到嚟創業家辯論學會。首先咧，我哋要進行咧，我哋今日一個關於辯論嘅培訓。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點樣去提升辯論內容嘅價值感嚇。今日咧，我哋就嚟分享咧3個觀點同埋方法，令到大家咧喺準備辯論內容嘅時候咧，可以既落地又有深度，同我哋嘅觀眾咧可以連接嘅。第一個觀點咧就係我哋每一次面對一個題目咧，都要挖掘呢一個辯題背後嘅現實痛點啊。就例如我哋剛才講嗰個，如果有一種新技術可以用讀心術去窺探伴侶嘅心思，我哋要唔要用呢一個辯題啦？表面上邊咧係好似係一個科幻嘅設定嚟嘅，但係背後喺翻現實世界之中咧，可能係一個咩問題咧？可能係一個信任危機嘅問題啦，可能係每一個人佢嘅私隱邊界嘅問題，又或者咧係親密關係之中嘅溝通困境嘅問題。嗱，如果我哋用呢一種方法延伸嘅話咧，就能夠令到一個好離地或者係腦洞嘅科幻題咧，變成咗同觀眾嘅現實生活咧係有意義咯。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要做到嘅咧就係要將一個抽象嘅議題咧，佢做一個場景化嘅演繹啦。例如話，當我哋去討論人性本善定係人性本惡我哋就要將呢個題目咧轉化為一啲具體嘅場景咯。例如話一個小朋友，3歲嘅小朋友，佢咧會喺幼稚園裏邊咧同其他同學搶人哋嘅玩具嘅。咁搶人哋嘅玩具，到底係人性本能嘅自私啊，定係因為佢缺乏教育呢？我哋咧亦都可以咧去連結一啲當代嘅一啲議題啦。例如話喺網絡上邊，大家都用匿名嘅身份去霸凌其他人。咁網絡霸凌係咪反映緊我哋人性之中其實都有惡嘅一個部分呢？但係社交媒體咧，亦都係有機會借助呢個平台咧，可以體現到人類互助嘅一個潛力嘅喎，係咪啊？好啦，咁第二個觀點就係咧，我哋其實咧可以用一個價值倡導咧去取代呢一個純邏輯嘅攻防嚇。咁第一個方法咧，我哋要設計一個咧就係價值金字塔。呢個價值金字塔咧，通常嚟講咧都會有3層嘅，就係底層、中層同埋頂層啦。例如話，當我哋討論咧呢一個讀心術嘅時候，底層通常係啲咩咧？事實同埋邏輯啦。例如話，到底讀心術呢個技術同埋可行性係點樣嘅？到底佢係咪真係聽得咁清楚？係唔係24小時都可以聽到？好啦，咁中層就係咩咧？中層就係呢個技術所帶嚟嘅一啲現實嘅影響啦。例如話，有咗呢個技術，假設佢真係可行啦，到底佢會唔會導致人際關係之中會有信任崩塌嘅問題咧？如果我哋討論呢個中層層次嘅話咧，就會比我哋不斷咁糾纏喺底層咧更加有意思啦。頂層咧，我哋叫做價值主張。例如話，親密關係嘅本質應該係基於自主選擇定係互相監控呢？如果我哋討論到親密關係嘅話咧，就能夠令到我哋呢個辯題咧就唔再聚焦喺技術本身嗰度，而係探討一啲我哋生活之中咧都會面對嘅一啲現實嘅困境啦。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觀點能夠回答一個問題，呢個問題係咩咧？呢個問題就係呢條辯題同我哋嘅生活有咩關係？如果你解答到呢個辯題同我哋嘅生活有咩關係呢？其實個價值感呢，自然就會浮現嘅啦。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就要再去分享呢第3個核心觀點咯。就係呢，我哋可以建立一個現實嘅錨點嘅一個思考框架。面對任何辯題呢，我哋會強制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辯題喺現實之中最接近嘅現象係乜嘢呢？因為其實好多嘅辯題咧，佢都好抽象啦，係嘛？人性本惡、人性本善、讀心術時光機呢一啲，全部都係一啲幻想出嚟嘅東西。咁佢喺現實之中最接近嘅現象係啲乜嘢？就好似我哋剛才講讀心術嘅時候，其中一個接近嘅現象可能就係偷睇伴侶嘅手機啦。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辯題嘅結論，佢影響咗邊一啲人嘅利益或者情感呢？邊一啲人會因為你嘅立場而有利益？又或者邊一啲人會因為你嘅立場而會受到傷害嘅呢？第3個問題啦，我嘅立場能夠提供一啲乜嘢更好嘅解決方案？點解我嘅立場係更加有解決力嘅呢？點解使用我嘅解決方法係比對方嘅解決方法係更加好嘅呢？好啦，呢個呢，我哋叫現實影射法。面對任何問題嘅時候呢，我哋都可以先問呢3個問題，令到呢我哋嘅表達內容呢係同觀眾嘅關係呢係更加強化咗嘅。好啦。咁而第2個啦，我哋嘅方法咧，點樣可以建立一個現實嘅錨點咧？就係一啲叫做極端情景測試嘅方式。例如話，當我哋討論人性本善、人性本惡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問啦：
如果人性本善嘅話，咁點解一啲可能係納粹嘅軍官佢就會服從一啲屠殺嘅命令呢？如果人性本惡嘅話，咁點解災難嘅時候總會有啲人咧佢係冒死都要救助陌生人嘅咧？好似鐵達尼號咁樣，係嘛？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個答案咧唔係喺哲學層面上邊，而係我哋可以體現到咧社會制度同埋人性互動嘅一個複雜性。我哋透過討論極端嘅場景咧，都能夠反映到好多啦，我哋平時咧冇思考過嘅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咧總結以上呢3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我哋要挖掘辯題背後嘅現實痛點啦；第二咧，我哋要用價值倡導、價值金字塔去取代純邏輯嘅攻防；第三咧，我哋要建立一啲現實嘅錨點，問3個問題。呢3個問題包括咗第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喺現實之中最接近嘅現象係乜嘢？第二個問題，佢影響咗邊一啲人嘅利益或者情感？第三，點解你嘅立場係可以提供一個更好嘅解決方案？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說話咧，就係辯題係刀，價值係人所以咧，無論題目咧有幾咁天馬行空記住2件事。第一件事咧，從現實嘅痛點去切入，用共鳴感咧去取代講道理因為道理個個都明。第二咧，就係用具體嘅場景去包裝抽象嘅概念，令到觀眾可以聽見與我有關嘅故事。所以咧，如果下次準備辯題嘅時候咧試下咧去畫出我哋嘅價值金字塔。如果我哋能夠用一個真實嘅案例去引發觀眾嘅共鳴嘅話咧，咁你贏得嘅唔單止係比賽，亦都係贏得咧思考嘅價值。